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中意野生助理佐敦昌。如果對呢個錄品有興趣，就喺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就介紹嘅係盈海一期一個高層2房半嘅海景單位，上面積有548尺。我一齊睇呢個單位。大門入嚟一個小小的玄關位置，跟住就會見到個環身形設計嘅客飯廳。飯廳設有大型對流窗，整個長度達到16尺半。客廳就有大面積嘅落地玻璃窗連接住露台，採光度非常足夠。喺飯廳部分，飯廳闊度達到8尺半，左手邊嘅牆身就有5尺半。平時放張餐台，3-4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牆邊仲可以放個薄身儲物櫃，增加啲收納空間。單位客廳部分都方正實用，闊度同樣達到8尺半。左手邊嘅牆身亦長達9尺，可以放張大型嘅4-5人梳化。右手邊就可以放電視櫃、飾物櫃等等。我出露台睇睇外邊景觀啦。從單位露台望出嚟，可以望到鄰近以至市中心一大樓景、科學園大埔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，以及屋苑樓下嘅翠綠園林景色，景觀相當開揚。呢邊坐向就向西南嘅。單位亦設有一個儲物房，配備通風窗同埋冷氣。可以作為一個衣帽間，又或者工人房用。睇睇廚房部分，廚房有一組曲尺型嘅大型櫥櫃，有擺放雪櫃、洗衣機、焗爐等等嘅位置，亦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同煮食平台。跟住睇睇第一間客房，客房都好方正，長度闊度都有6尺半，有個相當闊嘅窗台位置。睡房望出景觀，亦都係以鄰近一大樓景以及大埔方向、科學園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為主嘅，坐向都係西南。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係以原裝膠粒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，配備電視，側邊保留返一個浴缸位置，側邊亦都連接住一個工作平台，可以打開通風對流或者放下手。主人房。主人房係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12尺，闊度就有7尺，有個全窗台位置以及一個曲尺型嘅大窗。旁邊亦設有入牆衣櫃位置，可以放個到頂大型衣櫃。從主人房望出嚟景觀，亦都相當開揚，亦都可以望到鄰近以至市中心一帶嘅市景樓景，以及科學園大埔方向嘅廣闊山景海景，坐向都係西南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返影片下低撳返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